圣旨到。娘娘，皇上口谕，皇上口谕。即日起，冯昭仪去皇家永寿寺休养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公公慢走。走。太好了！下完了，去了永寿寺就等于永无翻身之地了，娘娘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赶紧收拾衣服去。娘娘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？你等于被皇上彻底遗弃了。哎呀，你傻吧你？这里有什么好的？这里男人跟男人斗，女人跟女人斗，男人跟女人还斗，天天斗来斗去的，就是为了一个臭男人。你看我天天穿成这样，跪来跪去的，我膝盖都跪肿了。现在能去永寿寺，那真的是各路神仙显灵了，显灵娘娘真的疯了。阿弥陀佛，娘娘里边请。娘娘，你慢点。可算是自由了。娘娘，哪里算是自由啊？这里可是比冷宫还冷，以后只能陪着菩萨了。陪菩萨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总比陪着暴君强吧？天天看那么多情敌，冷眼冷脸的。可是娘娘，宫里的女人，她们……柳儿，不用担心，生死有命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娘娘，我去求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您早日康复。哎，傻柳儿，菩萨只受香火，不管治病救人。娘娘，话不能乱说，菩萨听到了会不高兴的。菩萨要是那么小气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娘娘，怎么那么香啊？是迦叶国师种了花草。迦叶在这儿。嗯。哇，好多花啊，好香啊！这个是什么花啊？怎么是黑色的？这是迦叶国师从印度引进的极片花种，很珍贵的。娘娘请。娘娘，阿弥陀佛。国师，娘娘，我带你参观一下给你安排的住宿，看看你是否满意。别叫我娘娘，叫我扶风或者妙莲都行。娘娘的名讳，小僧岂敢乱称？国师不必在乎那些陈规陋俗，叫我名字还自然一些。请吧。请。
这里是藏经阁，我们特意收拾出来供娘娘休息。有许多大德高僧在这里闭关静修。这里呢，也是寺庙最好的修行之地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太棒了！我死也读不完了。娘娘，您也喜欢读书？当然了，不是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吗？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。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娘娘，医治完毕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娘娘，不是这样绣的。哎呀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能上网就好了。上网？你要捕鱼啊？怪不得你们古代的女孩都会绣花，原来整天没事干，闲得蛋疼啊。蛋疼。这么好的天气，要是能自驾游就好了。再把家业带上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家业了。我梦见他不是和尚，我还跟他……娘娘，陈昭义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娘娘，我们躲躲吧。走。娘娘，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你在这儿住的可好？哎呦，别提了，特别好。那就好。给陈昭仪请安。姐姐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就不给你叩拜了啊！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跑那么远来看我，哎呀，感动死我了。
这不是惦记你吗？你离开皇宫这几天啊，我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宝贝来的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呀？这是一颗1000年的人参，兴许它能救你的命。1000年的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宫里的东西你还怀疑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妹妹，你这刚才又说了那么多风言风语，我看你这病啊还是没有好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接你回宫，咱们俩还是好姐妹。回宫就不用了吧？皇上不是都有8美人了吗？早就把我给忘了。倒是姐姐，你可要保重啊！后宫有3000佳丽呢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啊，妹妹，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你不进去坐会儿了？那你慢走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拜。大家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娘娘，真是人参哎，只怕真的有1000年呢。还真不是姜啊！哎，娘娘你轻点儿。居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难道良心发现了？娘娘，反正你的病又不好，这人参又不得有假，我们就试试吧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哼。娘娘。娘娘，这可是1000年的人参。1000年的人参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干！娘娘好棒！娘娘的病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起来活动一下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。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？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家娘娘？
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娘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病情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只是服用了人参，加剧了病情而已。1000年的人参不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？人参虽好，可是却不能给重病体弱虚寒之人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我查看了你服用的那支人参，还是400-500年的佳品，对你的病情危害更大了。而且，没有什么药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谢谢你，迦叶，是你让我起死回生的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那我还有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医治好的。娘娘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娘娘，都这么久了，皇上一次都没有提及冯昭仪，现在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哪放得下心啊？走了一个冯昭仪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什么周昭仪、王昭仪的。皇上年过而立，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如今宫中嫔妃里，除了主子您，有谁还足以母仪天下呀？巴尔沁是波斯女子，皇上再宠爱她，那也没用。自来没有立外族女子为皇后的道理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我不知怎么着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哎呦，主子，您何必担忧？您即将临盆，生个龙子，皇后的位置就是您的了。我倒是想生个龙子，可万一要是生个龙女怎么办？这不行，只要冯妙莲还活着，终究是个心腹大患。娘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娘娘，你看，娘娘，气色好多了。迦叶国师果然厉害，多亏了迦叶，要不是他，我早死了。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迦叶国师救活了您，您就该好好珍惜。哼，娘娘，我给你包的药还在炉子上呢，那你快去啊！哎呀，那我先去了啊。
总是想着他呢？一想到他，我的小心脏就砰砰砰啊！什么情况啊？黑衣人啊，帅啊！黑大刀，想整死我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要色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来吧，我什么功夫都会啊！小龙，因为我还有暗器，biu！胸口碎大石啊！飞毛腿，嘿呀，嘿，请选择哪一个？确定在了肩上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